怎么总是想着他呢？一想到他，我的小心脏就砰砰砰啊！什么情况啊？黑人啊，帅啊，会拿刀，想整死我呀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要色没有，要命一条！来吧，我什么功夫都会啊！李小龙，哈！因为我还有暗器，biu！胸口碎大石啊！飞毛腿，嘿呀，嘿，请选择哪一个？帅呀！来吧，我什么功夫都会啊！李小龙啊，来了！叶问，我有暗器，biu！胸口碎大石啊！飞毛腿，嘿呀，请选择哪一个？谁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佛家弟子是不会杀生的。方才点你们的穴道，12个时辰以后会自动解开。你们走吧。撤！贾谊，你为什么会出家呀？哦，我从生下来就是在寺庙里度过的。你多大了25。我22。你长得真好看。肉身不过是一具皮囊，没有美丑之分。那你就从来都没有爱恨情仇？人生没有爱恨嗔痴，才不会滋生心魔。我就不一样，谁要是伤害我呀，我就记他一辈子。那是你自身的心魔，只有去除心魔，生命才会得到安宁。我觉得去除心魔，只有是报复了伤害我的人以后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宽恕，宽恕每一个人，包括你的敌人。敌人也要宽恕啊？那还是别去除心魔了。如果大家都以宽恕来对待敌人，那全世界得多少坏人啊？对待敌人就得以暴制暴。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太认真啊。其实我觉得，你离开皇宫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倒是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。
到底积什么德了，居然能碰到这么好的男人，不顾性命的去救我。啊，老天啊，你让我穿越，是因为他吗？贱女人，你来干嘛？我没被人杀死，你很失望是吗？你这个蠢女人，蠢男人！你离那个家业远一点，他就是个妖僧，他用自己的鲜血灌溉花朵，诡异的很。人家用血用尿用屎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牛宝宝，你快滚吧！我每次见到你都要倒霉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你，来人呐！娘娘，你说这次是谁要害你啊？除了陈妙之，还会有谁啊？不过我也想过是不是皇上，可是你想啊，皇上都已经把我贬在这儿了，我就算是孙猴子，我也逃不出他的五指山啊。我知道了，哎，娘娘，你歇下，我呢，再去跟菩萨多磕几个头，让他保佑您早日回宫，早日再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这样就没事了。啊，求你了，你还是保佑我在这儿当尼姑吧。娘娘，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哎，柳儿，你说国师和皇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国师怎么能跟皇上比呢？皇帝陛下那是95之尊。不过娘娘，你非要让国师跟皇上比的话，国师比皇上长得好看。算你还有点审美。哎，娘娘，那你说说皇上跟国师有什么区别啊？星座你懂吗？哎呀，就跟生肖差不多了。皇上肯定是天蝎座的，他冲动、暴躁、占有欲和嫉妒心都极强。娘娘，他后宫都3000佳丽了，他见到美女还跟小公狗似的。家业就不一样，他肯定是处女座的，他做事认真、专注，又善良又单纯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觉得浑身舒服。娘娘，国师是男的，怎么可能是处女呢？我跟古代人没事聊什么天儿啊？走吧，娘娘。妙莲，我们当初是多么的心有灵犀。正是在这里，朕曾向你许诺一统天下后，封你为朕的皇后，共同坐拥江山。可是为何你生病之后，却变得连朕都不认识了？妙莲，你还会与朕一起站在这里吗？我怎么会跟和尚接吻呢？家业，啊，家业！
进来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刚才做了个噩梦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佳叶，我刚才看见你，怎么用血来浇花啊？请坐吧。那个叫长生花，必须用血液浇灌才能够开花。给你服用的药就是用长生花的汁液炼成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喝的都是你的血？你疼不疼啊？佳叶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？佳叶，我能跟你说一个秘密吗？说吧。其实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你们这个朝代了。他们都误认为我是冯昭仪。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冯昭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的家人呢？我没有家人了，他们在一次意外中身亡了。但是我还是很想回到那个我的世界中。那我有什么能够帮上你的吗？我如果要回家，就要先找到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，那儿才有回家的路。莲花山大天坑？那么远的地方，你一个女子是怎么去到那儿的？我以前一个人经常背包旅行的，我还是渐走渐降呢，一天走个180里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行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你先回去早点休息吧。那你可要好好疗伤啊。疯了，我肯定是疯了，我怎么会喜欢上家业呢？那可是和尚啊！天哪，啊，我的小心脏啊！柳儿，娘娘，您去哪儿了？我去禅房看书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陈昭仪生了，是个男孩，而且晋升皇后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娘娘，您听到这个消息怎么不难过啊？我为什么要难过啊？我可没有功夫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。哎，柳儿，你帮我去做解阳素斋去吧。记住，要用真正的鸡鸭鱼肉来做，做成素斋的样子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你傻呀！这是寺院，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吃荤啊。哦。来，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又劳了。家业，六根清净，众生平等。男人就是女人，女人就是男人，色即是空哦。味道真不错，比我以前吃过的斋饭都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我正愁怎么感谢你呢。
以后我天天给你送饭。我看这个就不用了吧，每天都会有人定时给我送斋饭的，就不劳烦你了。不劳烦，不劳烦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给你做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我会离开寺院一段时间。离开寺院？王宫里有些事情需要你去办，你的身体已经无妨，就是多注意静养，另外就是要注意冷暖。行了，快吃饭吧。我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好。快下雨了，你回去吧。皇上，八昭仪已经故去多日，您节哀顺变，身子要紧呐。想起八昭仪的一颦一笑，朕心如刀绞啊！哎呀，皇上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呐。这个道理，朕岂会不知？朕只是心情不好，散散心而已。哎，冯昭仪怎么样了？啊，回皇上，娘娘身子已经痊愈了。已经痊愈了？啊，太好了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传她过来拜见皇上？不用，朕亲自去看看。嘿，娘娘，你可找死我了！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饿了。去啊！妙丽，朕来看你了。你的病已经好了，谁的医术这么高明啊？是迦叶大师。迦叶，朕以为他只是会点法术，没想到他还懂医术。也许，他恰恰只会治我这种病而已。妙莲，你生病这段日子，朕甚是牵挂。既然你身子已经痊愈了，明日就回宫吧，朕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不想再回宫了。
朝阳宫现在空着，就等你回去呢。你已经有那么多美人陪着你了，你不少我一个，更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想回宫了。爱妃啊，你是不是还在责怪朕啊？朕会好好对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的。你会怎么好好对我？让我当皇后吗？我可不想当你的小老婆，被皇后和八美人之类的欺负。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一再的逞口舌之力。怎么，你又要打我，还是杀我，还是把我关进冷宫？这不就是你的宠爱吗？朕现在让你回去。我不是冯昭仪，我不回去。你不是冯昭仪是谁啊？备车，接冯昭仪回宫。冯妙莲，我的好妹妹，你终于还是回来了。我们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没有结束。娘娘，恭迎娘娘回宫。娘娘，我们终于回到这儿了。哎，之前住在这儿的八昭仪呢？娘娘，八昭仪刚住进朝阳宫不久，陈昭仪说朝阳宫是不洁之地，还请了一个法师驱邪。八昭仪身染恶疾，没多久就病故了。恭喜皇后，又成功的干掉了个情敌。娘娘，走吧。娘娘，这话万万说不得。冯昭仪回来以后，情况如何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特命上宝寺制就金宝，赐给了冯昭仪，使她享受同皇后一样的待遇。另外，还给了她一顶豪华的，甚至超过皇后的喜寿带。什么？哦，还有寿带上还镶嵌着12颗猫眼石，价值连城。同时，皇上还亲自送给冯昭仪一块雕琢后的玉佩，说是当年的和氏璧，具有驱邪镇定的功效。好了，我贵为皇后，皇上都没有赏赐过这些。好啊，你个左昭仪！哼！妙莲，记得吗？2年前，你也跟朕一起出巡过。这天下经过2代人的努力，总算是国泰民安了。这些年啊，朕见过的美女无数，但只有在你面前，朕才会不自觉地放下一切，说说心里话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，朕给你点上了。好热。热吗？朕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脸色像花朵一样娇艳欲滴。放开我！大半夜的，孤男寡女的。你越是这样，朕越喜欢。
行了。你对我做了些什么？混蛋，无耻淫贼！你是朕的昭仪，朕怎么无耻了？你用迷香害我，毁我清白。这不是迷香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。谁喜欢了？我才不喜欢呢！而且我也不是你的冯昭仪。那我的冯昭仪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？反正我不是冯昭仪。这是妙莲的记号，你就是朕的冯昭仪。我什么时候长了颗痣啊？妙莲，朕答应过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，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好不好？朕已经封你为左昭仪了。这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啊！什么左昭仪右昭仪的，我才不稀罕呢！我想回家。恭送皇上。皇上最近都在哪儿肃亲啊？哦，回皇后娘娘，皇上自巡游回宫后，每晚都留宿在朝阳宫。这个贱人，回宫不参拜我也就罢了，还天天的端着架子，让我这个做皇后的还怎么统帅后宫？哦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那冯昭仪也不过就是一个妃子而已，现如今竟然敢仗着皇上的宠爱，不将娘娘您放在眼里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一个昭仪，竟敢用狐媚手段日日魅惑君王，剥夺其他嫔妃的机会，扰乱后宫，罪该万死！哎，皇后娘娘息怒，皇后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。奴才倒是有个想法。说，娘娘，后天皇上带着百官要去东郊狩猎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娘娘，您想啊，皇上这一去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郭公公，不枉本宫平日里疼你。哎呦，多谢娘娘。该怎么做，奴才心里明白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，你何必呢？家业国师来了。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皇上欺负你了？家业，我好想离开这儿。我讨厌皇宫，讨厌皇帝，我讨厌他们把我当成冯昭仪。这里让我感到害怕，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。妙莲，你跟我说的莲花山打天坑的事儿，我查了，历史上确实有皇帝在此失踪，还有很多人在此地神秘失踪。也就是说，你相信我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回家的。娘娘。
娘，今天天气还真是好呢，您的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娘娘慢点儿。哎，娘娘，是皇后那边的人。不理他，我们走。娘娘，呀，郭公公啊，您今儿可真漂亮。皇后娘娘命你立刻去觐见。我没心情。娘娘，她拿的是皇后的金牌，您若不去，恐怕会被杖责。那就去看看吧。我倒是要看看皇后会耍什么威风。请吧。冯昭仪，还不向本宫行礼？皇后娘，女子膝下有黄金，只跪苍天与双亲。为什么要跪你啊？娘娘，你没回宫的时候，这里都很和气。自从你回了宫，搬弄是非，献媚妖丑，目无皇后，该当何罪？你是说皇上总住在朝阳宫吧？哼，我还不稀罕呢。你要是喜欢，让他睡你那儿，我一个人清静，求之不得呢。你这个贱人，难道是讥讽本宫没有你的狐媚手段？哼，贱人这个词你就别形容我了。论年龄，我是妹妹，你是姐姐；论先后，我先进宫，你后进宫；论名分，我是昭仪，你可是皇后啊。贱人这个词儿，姐姐，你可是更上一层楼呢。娘娘别说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冯昭仪如果不是病了，这个皇后是谁还说不定呢。这个贱人出口不逊，给我打20大板！是。皇后娘娘，我看你们俩，别过来！皇上要是知道了，看你们怎么交代。好啊，给我！皇后娘娘，皇后。皇后娘娘，走。奴婢告退。娘娘，我就不信，弄不死你一个冯昭仪！娘娘，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娘娘。皇后娘娘息怒，奴才倒是有个想法。说。娘娘，八美人死了，太后过世不久，这宫里接二连三的出大事，是不是有什么污秽之气呀？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我看不是什么污秽之气，是有不祥之人，该请个法师瞧瞧。啊，娘娘说的是，依您之见，该请哪个法师来合适啊？皇上素来信任家业，这场戏一定要家业来唱。还是娘娘您想的周全。哎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哼，跟我斗，冯昭仪，我看你还能活几时？师父，皇后娘娘来了。迦叶国师，阿弥陀佛。迦叶国师，本宫来得太突然，打扰了。皇后娘娘言重了，娘娘亲自移驾来此，不知何事。国师也知道，八昭仪染疾不治，皇上还在悲痛中。而且前不久，太后也驾鹤西去了。生死有命，皇后请节哀。这个我倒是知道，但我还是觉得很蹊跷。前些天
我看见东北方有一股黑气，正是冯昭仪的朝阳宫。竟有这样的事情！大师斩妖除魔的威名扬名天下，本宫今天来此，就是想请您亲自做法。谢谢娘娘对小僧的信任，小僧实在是不能胜任，还请娘娘另请高明。怎么，皇家供养你多年，现在连皇上的安危也全然不顾吗？小僧不敢。看来还是我人微言轻，是要等皇上亲自下旨，才请得动大师您吗？皇上国事繁忙，此等小事何劳皇上费心？小僧从命就是。小僧从命就是。太好了，大师果然识大体，那就赶快进宫做法吧。最好在皇上回来前，把妖孽除干净，以免皇上中了邪气。阿弥陀佛。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们干嘛呀？哎，皇后娘娘驾到！娘娘，参见皇后。放肆！见了皇后娘娘不叩拜，成何体统？老变态！他这个妖孽哪里懂得宫中的礼数？本宫不与他计较，把妖孽给我拿下！上！哎，你们干嘛呀？啊！哎，娘娘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怕我威胁你的正宫宝座是吧？这是要灭口的节奏啊！迦叶国师，请去天台降妖除魔吧。带走。娘娘，娘娘，走吧。你这个臭女人，贱女人，要不要搞这么大仪式冻死我啊？你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你死到临头了，嘴还这么硬。皇后娘娘，法事已经完毕，现在可以点火。点火！是。你个老变态，你下辈子肯定投胎做人妖！娘娘，你没事吧？皇后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没事吧？娘娘，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此事已经惹动了上天，看来法事不能再进行了。如果再进行的话，恐怕连我们也要受惩罚，天意不可违呀。是啊，到此为止吧，娘娘。回宫，回宫，今天
就留他一条小命。娘娘，柳儿，娘娘，快走吧！走。娘娘，我来了，吓死我了！佳叶，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。走吧，娘娘。柳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哎。莲花山，我能回家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不必多礼。皇上最近过度操劳，龙体欠安，臣妾亲自给您熬了汤。妙芝，费心了。来，妙芝，朕这次去东郊狩猎，一去就是好些日子。这段日子，宫中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皇上驾到！娘娘，皇上来了。爱妃，朕来看你了。朕听说你顶撞皇后了。你是为了这个来责备我的吧？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在后宫为所欲为。我怎么为所欲为了？你竟敢顶撞皇后，成何体统？她毕竟是宫中之主，如果所有的嫔妃都学你这样的话，后宫怎么管理？朕要你现在去跟她道歉。真有意思，正是想弄死小妾，小妾侥幸活了下来，小妾就罪该万死吗？不错，你遵守了你的原则，维护了正室的利益，那是你的权利，我绝对不会向他道歉的。朕之前从不打你，那是因为以前的你温柔至极。可是生了这场病之后，你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你是责怪朕没有立你为皇后吗？这也都怪朕。朕本来是答应过你的，可自从你生了那场病以后，性情大变，妙芝又诞下龙子，众臣力主封她为后，朕也没有办法呀。妙莲，是朕不好，朕明白你的心情，是朕负了你。朕本来也没有打算说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，可是你刚才对朕那个态度，朕就是忍不住要生气。既然你今天心情不好，那朕就不打扰你了。好好休息吧。
娘娘，娘娘，这次皇上叫你去参加玫瑰园的家宴，你可千万别再说疯话，惹皇上生气了。哼，我可没心思惹他生气。这回啊，我要光芒万丈，与众不同，让皇上的3000后宫都失色。这件的颜色和款式还不错，应该可以改造一件不错的晚礼服。什么服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我一会儿啊，先给你做一身，让平日里对你翻白眼的那些宫女们都嫉妒死你。去，拿剪刀和布料来。哎，是。好嘞。柳儿，柳儿，噔噔噔噔，什么呀？这个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可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，凶器。凶器？娘娘，要杀谁呀？皇上，皇上。真是打扮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爱妃，快过来坐。爱妃最近身体如何呀？还好，皇上。皇后呢？皇后现在比朕的架子都大吗？快去请她去。是。来。哎呦，皇后娘娘，皇上催你呢。知道了。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有了冯昭仪，还要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轻点儿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啊，免礼。皇后请坐吧。爱妃，这是新来的贡品，你尝尝。
皇上，我减肥呢。皇后坐吧。我不愿意和这个狐狸精同坐。姐姐，你说谁？说谁？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皇后，要注意自己的仪态。皇上，这个狐狸精目无皇后，以下犯上，为所欲为，你却一直纵容她，你已经被她迷得昏了头了。大胆！皇后辱骂朕，罪不可赦，立刻贬为庶人，收回皇后册，打入冷宫。皇上，皇上息怒，饶恕皇后娘娘吧，请皇上开恩，就放了皇后娘娘吧，放了皇后娘娘吧。谁都不要求情。皇上连皇后也不惯着，天哪！看来皇上没杀我，还真是万幸啊！皇上息怒，皇后顶撞皇上都是源于臣妾，是我让姐姐生了那么大的气。皇上，你发发慈悲，网开一面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皇上。皇上，妙莲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皇上，您就饶了姐姐吧。哎呀，来，快起来。妙莲，你还是这么的宽宏大量。好吧，朕今天都看在妙莲的份上，先饶了你吧。妙莲，朕以前生气的时候，都是你陪着朕。现在你也陪朕走走吧。这些年，你与朕最亲近，朕明天就废了皇后，立你为后。皇上万万不可，皇后只是一时的气愤。再说了，我也有错啊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废了皇后，那岂不是让人觉得我仗势逼人，连皇后都容不得？就算当了皇后，也没有办法服众啊。可是皇后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的侮辱你，如果朕不在，还不知道她会用什么手段来整你呢。其实也怪我，是我没尊重她。妙莲啊，你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朕非常开心。皇上，你放开我！皇上，你放我下来！皇上！皇上，你想干嘛？朕能干嘛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今夜就住在这儿。皇上不能这样！爱妃，朕想你都快想疯了。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我求你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我真的不是冯昭仪，我是冯凤。皇上，你饶了我吧！皇上，你放过我吧！你放过我吧！你总是这么说，冯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啊？皇上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误入了皇宫，我只是跟他长得比较像而已。又说鬼话！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皇上！皇上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自尽了。冯妙莲，我最恨你一副高风亮节的姿态。我们从小斗到大，我处处都比你好，就总输给你。哼，我倒要看看
底是谁想到最后